气候反常，全世界农业拢大受影响。世界上上大嘅木棉花产地埃及，最近这几年嘛受到暖化影响，产量减真济。资本呢要甲这花供应予国际芳水公司，也毋过呢因为收成的状况无好，所以一寡农民买啊归期拢无爱种啊。第四这项传统产业嘛出现危机。 回廊大家顶绑一把电火，伫暗暝中，万有波波旁边的木棉花，要供货予全世界上顶级的香水公司。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木棉花廊，在一个花开芳开上高的时阵的暗时来挽花，不过受极端气候影响，产量愈来愈少。الأول كان الجو كان طبيعي يعني ولا حر جامد ولا كان سقعة جامد، كان الياسمين بيجيب، إنما مع تغيير المناخ زادت الحرارة والرطوبة. بدأت تأثر على الياسمين ما عادش بيجيب زي 尼罗河三角洲附近的木棉花田是当地人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供应全世界香水产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每年6月到10月木棉花大开的时阵，花廊是规家伙仔，包括囡仔，拢会去田内面挽花。不过气候暖化所造成的苦花虫害，和花的采收量愈来愈少。本来一工会当收6公斤，怎么只敢剩2公斤到3公斤？ 为着要采收到有够的量，就要延长挽花工时。有一寡囡仔是规暗挽花，忙到天光才去上课。يعني دول 3 قراريط اللي شات الياسمين دول بيجيبوا 15 كيلو. ما الحرارة بتزيد بجيب 10 بجيب 8 حسب درجة الحرارة. 国际精油甲香料贸易联合会讲，1970年代，埃及一年会当生产11吨的木棉花香果。 这么温度悬，除了影响产量，也和尼罗河三角洲正容易受到地中海水位上升影响，土壤愈来愈盐化，影响木棉花的采收量。收购绩效无好，2022年埃及的货币又过跌2/3以上，通膨严重。花农敢若是种花、挽花、卖花，日子歹过。وكل استغلال الفلاح بخلال جمع الياسمين أو التحكم في سعر الياسمين. الياسمين مش سعر عادل بالنسبه له 100 جنيه او 105 جنيه。今年6月，木棉花廊发动罢工，要求1公斤收购绩效要增加到150埃及镑，差不多大票94块。也不因为销售广度，拢互少数的私营加工厂掌握，而且政府监管的力量阁无够，上尾收购绩效只敢若增加10埃及镑，差不多大票6块。互一寡花农想讲，归去卖种啊！ 因为埃及是全世界木棉花生产大国之一，每年的产量是全世界产量的1半。花农若买种，对香水加精油的生产影响真大。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